永結同心，呢啲係我爸爸寫喺一張佢同我媽媽影嘅相旁邊嘅字。我媽媽結婚嘅時候只係17歲，嗰陣時係1937年，正當日本侵犯中國嘅時候，係一段好困難嘅日子。日本軍隊打到佢哋嘅家鄉，佢哋都要出走啦。嗰陣時我仲未出世，我知道媽媽帶住姐姐出走，經歷咗好艱險嘅路程。戰後爸爸媽媽帶我哋落到香港，我哋就喺嗰度長大啦。我哋唔係一個富裕嘅家庭，爸爸媽媽好辛苦養大我哋，供書教學。或者戰爭令到爸爸媽媽更加體諒其他人嘅困境啦。我哋細小嘅家庭為好多親友提供咗棲身之地。喺我嘅記憶之中，我哋嘅屋企裏邊經常有其他人同我哋一齊居住嘅。我16歲就離開咗香港啦。我乘上一艘客船，名叫朱利華。喺嗰個時候，好多人出國都係坐船嘅，因為坐船比坐飛機便宜好多。我嘅全家人登上船嘅甲板同我道別。從船上邊嘅欄杆，我哋將紙帶投向碼頭上嘅人群。喺眾多親友之中，我睇見我嘅媽媽靜靜咁睇住我，好似好迷惘咁樣。我嚟到澳洲雪梨，進入一間中學寄宿。我勤力讀書，但係我好懷念我嘅家庭。我每星期寫信返屋企，佢哋亦都寫信俾我。從嗰陣時開始，我足足等咗25年，先至得到同父母親團聚嘅機會。在我嘅記憶之中，媽媽年輕嘅時候好有秀氣。據講，有人曾經笑我爸爸話佢娶咗媽媽村裏邊最漂亮嘅女子。媽媽到50、60歲嘅時候都仲好有風采，佢好高，比我爸爸仲要高。佢經常話覺得自己太高啦，但係其實佢唔係真係咁高。喺今日嚟講呢，佢應該算得係幾標準嘅。20多年前，爸爸媽媽移民嚟到澳洲嗰陣時，我已經結咗婚，而且有咗細佬哥。同時，我嘅弟弟亦已經嚟咗雪梨讀書。爸爸媽媽自己住，亦都好喜歡澳洲嘅休閒生活。佢哋每日去公園打太極，又學識咗坐火車同巴士。我哋時常見面，佢哋又經常嚟到我屋企同孫女佢哋玩耍。呢張相係佢哋喺我嘅後花園同我嘅大女兒 Evelyn 影嘅。爸爸喺1989年過身之後，媽媽就開始患上老人痴呆病啦。我哋頭頭都唔知道有呢一種病，只係話點解佢經常唔見咗呢樣唔見咗嗰樣呢？咁後來帶佢去睇專科醫生，先至明白佢嘅情況。據講有啲痴呆症患者心情會係有時好煩躁嘅，但係媽媽總算得係好開朗，經常微笑，就好似佢喺處想向我哋道歉，同埋多謝我哋嘅操勞咁。媽媽中意飲茶，所以我每星期都帶佢去飲茶。喺 Burwood 有一間茶樓，就喺大路嘅旁邊嘅，唔需要爬樓梯，我哋就經常去嗰度。不過冇幾耐，媽媽就開始唔識得食固體食物啦，而且仲逐漸唔認得我添。我最記得第一次佢望住我好耐，之後問我：你係邊個啊？令我覺得十分難過。媽媽進入喺 Burwood 嘅一間安老院，係澳華療養院屬下嘅一間，佢哋照顧得媽媽好好。
但係媽媽總係坐喺輪椅裏邊，我想佢會唔係十分舒服啩。我每星期去探佢，每次去探佢都似乎感覺到佢嘅生命又失去咗少少啦。1年之後，媽媽患上咗肺炎，就離開咗我哋啦。我哋將佢安葬喺爸爸旁邊，係佢在生清醒嘅時候嘅意願。我哋供奉爸爸媽媽，就好似爸爸媽媽在生時供奉我哋嘅先祖一樣。我哋祝願佢哋在來世有住豐足同安樂嘅日子。